一寡改过的车噪音是真大，环境部2021年开始推动科技执法，全国已经有超过14000件防处罚。也毋过因为噪音定情的案件嘛是个真多，环境部是表示讲，按什么来提悬噪音的罚款，要对3600块提悬到18000块。路口清楚表示有声音翕相科技执法，要来处理吵人的噪音车。目前全台湾设置211套，为2021年开始已经罚14000多件，累计罚金达到3482万。不过科技执法也无法度适可适满伫列区，民众真情噪音的案件一直在发生，所以环境部评估要来甲即马罚款的上限3600块提悬到18000块。当然，我们希望有一些嚇阻的效果，希望透过一些罚锾的提高，或者是在这个情节重大部分跟交通部来合作，可以做吊扣驾照的这个状况。环境部今年要增设45套科技执法的设备，每年是75套，希望扩大来建立。另外改正排气管相关的规范，今年上路，车主会当选用环境部认证的排气管，避免防处理。地方环保局是认为，比起提悬罚金，源头管理会更加对症下药。如果这个来源清楚是谁在改造，那基本上不符合监理单位的规范，这个会比较好管理。针对评估提悬摄影车罚款的上限，环境部强调对象是一年之内各6届违规。政策重大的人嘛咧讨论是毋是要比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吊销伊的驾照。有关争取到几千万的预算，增设科技执法的设备，是希望透过比对更较精准设置噪音的列区。记者林俊平报道台北报道。